今日同大家分享一間幾唔錯嘅一間下午茶坐嘅地方。咁佢個名就係六誌，喺廣州嘅荔灣湖公園裏邊嘅，比較隱蔽嘅。基本上如果唔係你上網揾啊，或者你經過可能都未必留意。我個人坐落呢就好舒服嘅，因為佢嘅位置喺比較裏邊，就比較靜啊。靜嘅話呢都要睇時間睇運氣嘅。咁例如星期六日嗰啲呢，就比較多人去嘅，所以就唔會太靜噶啦，即係如果你想靜啲嘅話呢，就周一到周五咯。咁周一到周五呢，你都要睇運氣嘅。即係如果有時候街坊喺度播緊新聞啊，或者聽緊歌啊咁樣，其實都唔算話太寧靜嘅，但係又未至於話到嘈吵嘅階段嘅。咁佢室內嘅 view 其實都 OK 嘅，農耕式啊咁樣咯，坐上去都舒服嘅。咁佢入邊有手沖咖啡啦，但係就冇拿鐵嘅。係得手沖咖啡嘅啫。咁喺咖啡豆方面呢，都有幾種豆可以俾你揀嘅。咁就睇老細佢有冇自己烘咯。佢好似要睇佢自己烘嘅，就唔一定每個時間段都有晒嗰幾個品種俾你揀嘅。我有一次去到嘅時候呢，就得翻一種豆嘅啫。佢就話佢其他嗰啲未烘啊未成。咁咖啡豆呢啲呢，就睇個人嘅運氣啦。由於佢係手沖嘅原因啊，佢冇啲意式機嗰啲啊，同埋裏邊最主要係茶咯。中意沖茶嚟飲嘅人呢，我覺得嗰度係 OK 嘅。咁佢又有啲下午茶蛋糕啊嗰啲嘢食嘅。咁至於菜單嗰啲，其實上小紅書都揾到噶啦。即係如果想喺嗰度打下卡影下相啊，我個人都覺得 OK 嘅。但係佢就比較格局啲咯，就係啲一啲植物 feel 啊咁樣。即係如果你中意比較靜咁傾下偈啊，或者坐喺度辦下工啊，睇下嘢啊，我個人覺得 OK 嘅呢個地方。因為佢中間嗰個園林呢就室外嘅，咁你自己中意坐室內又得，坐室外又得。咁整體嘅感覺呢，如果俾我打分嘅話呢，就有7、8分嘅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，得閒吹水。